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2章。大卫离开迦得，走到亚杜兰洞，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全家听到，就拢落去伊遐。所有受压迫的、欠债、心不满的，拢聚集来伊遐。大卫就做因的头，去挖伊个约有400人。大卫对遐去摩押的米斯巴，对摩押王讲：求你允准我的爸母来店恁食，听候我知上帝安怎甲我安排。大卫带因到摩押王遐，大卫住伫要塞迄段时间，伊的爸母拢住伫摩押王遐。后来先知迦得甲大卫讲，毋通搁住伫要塞，着去犹大地区。大卫就离开，去哈列的树林。有一日，扫罗伫基比亚的拉玛坐伫柳树骹，手呢举枪，正示话徛伫伊周围。迄时，扫罗听到有人知影大卫甲缀伊的人伫倒位，就甲伊的示话讲：便雅悯人啊，听咧，恁想讲亚西的囝会互恁逐个人残甲扑了互，会派恁做官长指挥1000个，还是100个兵伍？恁竟然强无要背叛我，我家己的囝甲亚西的囝结盟，恁无人甲我报告，恁中间无人关心我。今仔日我的囝使拢我的部下，长等要害我，恁拢无报我知。迄时，以东人多益徛伫扫罗示话的中间，甲伊讲：我有看到亚西的囝去拿伯，到阿希督的囝阿希米勒遐。阿希米勒替大卫问上主，搁互伊食物，嘛举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互伊。王就派人调阿希督的囝祭司阿希米勒，搁调因老爸全家，就是踮伫拿伯遐的祭司来，因就拢来王遐。扫罗讲：阿希督的囝，听咧！伊应讲：我的主啊，我伫遮。扫罗甲伊讲：你是安怎甲亚西的囝强无背叛我，互伊摒甲刀，搁替伊求问上帝，直到伊今仔日长等要害我？阿希米勒应王讲：你的示话，啥人会比大卫较尽忠？伊是王的囝婿，阁是你的侍卫长，伫宫廷受敬重。我今仔日才替伊求问上帝，绝对毋是。请王毋通甲罪归乎你的仆人甲我的老爸全家，因为陪伴王这个代志，无论大细项，你的仆人拢毋知。王讲：阿希米勒，你甲你的老爸全家拢着死。王就命令左右的侍卫讲：恁去，甲上主的祭司拢杀死，因为因挖大卫，因知大卫逃走，阁无报我知。毋过王的侍卫毋肯下手杀上主的祭司。王甲多益讲：你去杀遐个祭司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。迄日杀死85个穿幼麻布以弗得的人。伊阁用刀杀祭司的城拿伯城内的人，无论男女、囡仔、食奶的、婴仔，甲牛、驴、羊，拢杀死。阿希督的囝阿希米勒有一个囝叫做阿比亚他，逃走去大卫遐。阿比亚他将扫罗杀死上主的祭司的代志，甲大卫讲。
达比甲阿比亚他讲，迄日我看到异动人都游伫遐，就知伊一定会甲扫罗报告。你的老爸全家失了性命，拢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你来甲我住，毋免惊，因为想要害你性命的嘛要害我。来甲我住，你就安全。